即係意思即係話，一夜就撞鬼死我啦！跟住就扶返我上車啦。做乜嘢？你想有車做乜嘢？冇，上次因為你話生日嘅時候 call 你有送份生日禮物俾我咩？我話我送個電話俾你，跟住寫埋首歌俾你，記唔記得？你仲點樣想去北極星位置啊？唔去都唔鬼凍，去把鬼啦！行山咯！台西圖啊！有乜鬼啊？咁鬼曬！之前做嗰個太空船，你諗咗坐邊隻未啊？你好揀定咯喎，因為就嚟發射咯喎。你記唔記得？10連珠位置，10連珠炮，太陽系會成為一條直線。到時我哋等待着呢條公式 ，the equation formula equation。Silicon silicon meaning word meaningful. We will launch the rocket from the 10星連珠。就呢個位置，我哋穿越咗太空層、隕石層、空虛層，3個空虛層之後，一個無能層，3個無能層，跟住會進入nothing 層。木偶奇遇記。木偶奇遇記之後，一種神秘嘅力量會引領住你到一個新嘅世界。
影影你記唔記得？長街的身影，你唔記得啦？忘情水，奈何橋上天使一吻，華麗仙境再現。你知唔知得？黑武士，插武士位置。有冇設計圖？依一船，依一太空船。就算我設計同你設計都一樣嘅啦，都係嚟畀你，都係載你上去飛嘅，都係載你上去月球位置、火星位置、土星位置。你想去邊度啊？你想嚟地球咩？到時我帶你去 3.777，同你一齊起金字塔啦！因為嗰時我仲有條上數想話畀你聽。3D print， 到時啲起好晒之後，咁我哋會又係睇返個甩咗。又係佢個甩完，係，冇錯，設計圖畀咗你啦。起多2個月球，總共3個，13000年之後返嚟一次。唔知有冇怪獸？到時大豬腸都會潛咗喺地底。
拜公教、拜火教同拜水教。到時我喺機場揸架 RU 嚟接你，係因為我諗我電腦可能同你電腦應該好似通埋咗一嚿，同埋你個心同我心好似有1/3連埋咗一齊，唔知點解。咁加埋個電腦，再加埋一個未知嘅力量，咁應該係齊嘟嘟想點樣加？你想點樣加先至技術到啊？我又唔知你位置圖，你兩個索我咯，你我索唔到，因為我索你啦，跟住我又位置唔到。既然係咁，冇計過。頭先嗰扎嘢全部燒晒佢，咁樣得啦。有架車嚟撞死我，咁就暈咗之後扶翻我上。